我係席潔靈，係地方選區香港島東嘅立法會議員。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咧服務咗社區咧已經超過10年㗎啦，亦都係3屆立法會議員嘅助理咧。過去喺10多年咧都喺立法會嘅幕後嗰度做工作嘅。亦都曾經係擔任過區議員啦。今次咧有幸當選成為香港島東嘅立法會議員，都好開心啦。希望可以咧傳承到我哋過往咧民建聯喺過去10幾年喺香港島東嘅工作啦，可以繼續跟進啦，亦都係傳承到。咁現時咧，香港島嘅海濱長廊咧，其實已經貫通晒啦。咁呢條海濱長廊對於港島東嘅居民嚟講咧，點解會咁重要呢？港島東呢個海濱長廊咧，我諗係我哋香港島東嘅市民爭取咗或者期待咗好耐，咁到今日落成，市民一路期盼嘅成果啦。咁由東區連接到去堅尼地城，去到西區咁樣。咁其實呢條13公里長嘅海濱長廊係提供咗除咗係一個休閒嘅空間之外咧，其實都係提高咗我哋市民嘅生活質素啦，亦都係我哋有望透過呢個海濱嘅資源，點樣可以振興到我哋成個沿住港島海岸線嘅一個經濟嘅發展啦，文化旅遊可以相結合咧，都係我哋希望可以推動到嘅。喺呢度搞一個海濱節，令到我哋香港島東可以打造咗一個新嘅熱點出嚟。嚟緊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喺經濟再出發。首先我哋要留得住我哋啲人，同埋我哋即係香港嘅人有一個生存或者叫做創業嘅空間，係做多啲。